自从2025年8月20日，每日成安宫读经，追求公义实现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撒母耳记下卷》第8章第1到18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《撒母耳记下卷》第8章。后来，大卫攻击非利士人，互因降服，搁对非利士人的手摕到京城的控制权。大卫搁拍败摩押人，叫因倒伫涂骹，用烧牛2烧长下，互伊死；牛1烧下，互伊活。摩押人就归顺大卫，搁进贡。利哈的囝索巴王合大底下去幼发拉底河，要恢复伊的统治权的时，大卫攻击伊，掠伊的马兵1700，步兵2万，搁斩断战车的马的骹筋，只有留狗仔通拖100台战车的马。大马士革的叙利亚人来帮战索巴王合大底下，大卫就杀死叙利亚人22000。对安尼，大卫伫大马士革的叙利亚设立军营，叙利亚人就归顺大卫，搁进贡。大卫无论去倒位，上主拢互伊得胜。大卫将合大底下的部下所用金的盾牌，拢带来耶路撒冷。大卫王搁对合大底下的城比他甲比罗他摕真侪铜。哈马王道以听见大卫拍赢合大底下的全军，就找伊的囝约兰带金器、银器、铜器去见大卫王，甲伊请安，祝贺伊拍赢合大底下，因为合大底下甲道以常常交战。大卫王就将这个物甲以前伊杀赢列国所得到的经文，就是对以东、摩押、阿门人、非利士人、阿玛力人，以及对利哈的囝索巴王合大底下得到的战利品，拢圣化献互上主。大卫伫盐的山谷拍死以东人18000，倒来的时就得到大名声。大卫伫以东全地设军营，以东人拢归顺伊。大卫无论去倒位，上主拢互伊胜利。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，用公平正义治理伊所有的人民。谢罗亚的囝约押做元帅，阿希律的囝约沙法做史官，阿希督的囝撒督甲阿比亚他的囝阿希米勒做祭司，谢连亚做书记，耶和亚大的囝比拿雅做头指挥，基利提人甲比利提人，大卫的囝拢做祭司。追求公义实现。大卫治理国家以后，以色列的军事无搁再呈现弱势，反倒是会当主动出击。对士师时代就甲以色列为敌的非利士人受击败，有重大的意义，会当遏制因继续侵扰边境。大卫树立威望，震慑周围国家，为以色列带来和平。总是咱通思考，用战争做手段带来的和平，敢讲是唯一的办法是无？因为军事的胜利也代表老人的血换取的和平。今仔日的经文叙述看起来好像是在描写信靠上主的人凡事亨通，但若详细注意当人一切顺利的常时，家己是毋是也会对碰风？特别最后一节的描述
更较互人毛骨悚然。叙述指出，大笔的囝拢做祭司，这意指王室的手存往宗教，企图掌握更较大的权力。祭司是负责人民祭祀、引带心灵的宗教领袖。若假使甲政治势力挂钩，专为某一个政权也是意识形态服务，伊的后果恐惊会相当严重，是为专制集权铺路的开始。政权干涉宗教，是为着消灭其他声音，垄断自由的选择，编造强盛的谎言。代表伫军事上的胜利，虽上是靠屠杀和牺牲性命换来，总是可受诠释做是出自上主的祝福。若是将叙述的处境放踮今仔日的教会来反省，可见现今袂少教会还在塑造官兵。伫教会内只有领袖讲准算，不容质疑甲反驳。借由媒体也是社群平台打造极具魅力的人设，也试图以个人的口才限制信仰的想象空间，营造华丽的教会蓝图，听起来真激励佮感动，但是久来就会发现，听袂到有任何关系公义的论述。这拄好是只有一种声音的可怕之处。咱借由叙述来想象，代表周围互一群支持伊的仰慕者甲拥护者包围住，甚至是伫王朝中谋得一官半职、得到利益的人。若是一个团体中只有恭维和高讲上帝，只有舔面甲虚假，真容易就偏离上主的道，暗砍黑暗的事实。对这个角度重新理解耶稣的教导，探究活命迄个问话，迄条路线找到的人真少。人甲家己看甲伤大，所以受卡点门外，自满自大的人无法度入门，因为因自我碰风到比性命的入口搁较大。公义是对抗自我碰风、贪腐甲邪恶的处方签，邀请咱放弃自私，展现疼厝边的精神。公义是上主的工作，但是伊也邀请咱同齐维护管辖和财息。当世界咧讲力量就是正义，有拳头和权力人才会听。若是上主的话提醒咱，衷心仰望上主才有盼望。默想，我是毋是伫生活中实践公义？当我处在无公义的环境时，着安怎倚靠上主来度过？我是毋是伫生活中实践公义？当我处在无公义的环境时，着安怎倚靠上主来度过？咱做伙来祈祷，公义的上主，愿你赐予我公义的精神，互我伫生活中看见需要光明的角落，互我勇敢为受到压迫的族群发声，促使公义早日实现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信心灵，拢永行平安。